香港金王猝死曾用760斤黃金修廁所，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為什麼會用這麼多黃金來建造一個廁所。其實我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喜歡奢侈浪費，我是在完成一個心願。把土變成金了不起，把金變成土同樣了不起。林世榮拋下奮鬥數十載打造的一片金山，香港金至尊珠寶創辦人，有香港金王之稱的林世榮26日撒手而去，警方初步確認他因病猝死。籍貫廣東海豐的林世榮今年53歲，育有一子兩女。26日他被發現死於家中時，兒女和妻子都外出，家裏只有他和工人。林世榮的家是位於港島半山寶雲道，市值近5000萬港元的富匯豪庭。司機久等無音訊，發現意外有消息說，素愛打網球的林世榮身體一向不錯，但近幾天因腹瀉輕微不適，而他本身也有肝臟方面的疾病。26日，林世榮的司機在門口等他一直到下午2點多，最後實在等不下去，就親自到家中敲打老闆的房門，但久無回應。眾人強行打開大門，結果發現林世榮躺在床上一動不動。警員到場後確認林已死亡。林的妻子陳淫輝正隨中華總商會代表團在內地訪問，經悉噩耗後趕回香港。為商或接手公司事務市場有人士擔心香港金王林世榮死後金至尊的未來發展和繼任問題。對此有人說，林的妻子陳淫輝是恒豐金業執行董事兼副主席，一直參與公司發展，接手不成問題。恒豐金業在香港和內地有逾200個銷售點，總市值15.51億港元。林世榮持有恒豐金業35.7%權益，價值約5.54億港元。